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高文地因为金华城案防羁押，伊学生嘛是正正的妇产干部柯富顺，疑似是指控讲高文地早就甲政治现金摕回去处理咯。前三镇募款委员会的执行长陈淑心嘛表示讲，初募款的钱拢是交予陈培基，也毋过陈培基是讲要对这两个人提出告诉。前民众党主席高文地加入去金华城拥挤案、政治现金案，搁一个去互羁押。过去的募款嘛去互质疑金流不明。进前做高文地妇产干部的医师柯富顺讲，伊看到高文地甲政治现金早转去处理。也若选举的时阵做募款委员会执行长的陈淑心，伊嘛证实，讲募款的款项会交予陈培基。予陈培基是去一个第一人面册批评这两个人白白无念甲乌，已经请律师发准证信函，法官要甲提告。这件事情为什么早不说、晚不说？柯文哲主席之前被释放的时候不说，而在柯文哲主席即将要抗告，而且他再度被羁押的时候，才来这样子的泼脏水。过了10年以后，才配合民进党在追杀柯文哲，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，时髦招致心，路人皆知。针对柯富顺甲陈淑心提出相关的指控，陈志涵强调讲，万项拢会讲证据。毋过，这两个人挑工作恶的行为实在是真恶质。若是毋会实的，甲话讲互清楚，会连同民事甲刑事做伙来提告。另外，民众党甲高文地乌演，招民众11司法节迄一天去吉仔路甲总统热情着订孤机。毋过，强调讲会延续高文地的意志，扮演在野党的角色。当民主进步党赖清德嫡系的立委林俊宪说我们只会有毛毛雨的时候，请大家站出来。让民进党赖清德看看这个毛毛雨有多大。凡是依法申请的请愿游行，我们都尊重。也若高文地起诉书的内容，甲部分的媒体报道的内容真相像，互台北地检署防质疑侦查的内容有流出去。针对这点，地面检表示，台北地检署在侦查处理并无问题。台湾高等检察署嘛同步进行行政调查，会当受社会公平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